今屆政府任期只係剩返大約1年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接受本台專訪嘅時候話，即使未能夠喺任內完成局方嘅政策，亦都希望推上軌道。高永文又承認喺成立本港第一間中醫醫院上面對一啲難題，但強調現時工作進度已經係跨進一大步。今屆政府任期只係剩返大約1年半，高永文表示最希望喺任期內成立新農業發展基金，通過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同喺食品安全法例跟上國際標準。一個5年嘅任期咧，其實就有好多嘅工作咧，都未必能夠即係好完整咁做晒嘅。所以好多時咧，我如果有啲政策佢唔能夠喺任內裏面真係會睇住佢完成，我哋都希望咧將佢推到去一個位置咧，已經上咗個軌道，然後咧我哋都好放心，就算係換咗屆之後咧，佢沿住呢個軌道咧，都可以終於咧係去到個目的地嘅。但高永文擔心現時行政立法關係日益緊張，會拖慢立法工作，例如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Seems to be getting worse to me, because I'm getting more and more worried. Some of the legislative initiative of under my bureau, as well as some of the policy initiative. We need to await clearance from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oth the main council as well as its financial committee. 喺中醫醫院發展方面，政府早喺2014年已經預留將軍澳地皮興建中醫醫院。高永文承認成立本港第一間中醫醫院有一定難度。面對一啲問題，因為香港從來冇中醫院咧，咁我哋要點樣去運作呢間中醫院咧？呢間中醫院應該係以中醫主導、中西醫協作嘅模式。具體嘅臨床模式應該係點咧？就由過去嗰2年咧，醫管局咧做咗個先導計劃。咁呢個先導計劃咧就嚟應該完結啦。咁我哋咧就即將會有一個係可以適用於香港嘅中醫院嘅中醫協作、中西醫協作嘅模式。佢又話，局方將會喺今年之內分析收到嘅意向書，之後寫出詳細嘅招標書。高永文相信成立中醫醫院嘅時間表將會十分清晰。曾經表示要組黨嘅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話，月底會商討具體安排，期望派人出選今屆嘅立法會選舉。佢又批評政府丁屋政策模糊，容易令人誤墮法網。李大偉報導。